这种心态一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变成一块那个傲慢心的一个，它比喻为一块铁球一样，这个铁球上呢倒任何的这个水都进不去。同样，我们成为一个我执严重的一个人，升起傲慢心以后呢，上师的多少的教育，给你讲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我都懂这个我都懂然后呢，我认为这个都不是一个珍贵的法教我就觉得不愿意听等等这些的缘故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上师的这种言教所以我无法这个升起对上师的信心，反而就是可能认为我比上师还厉害等等这种心态会升起所以首先呢，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弟子来讲的话呢，首先我们要放下这个我的执着，我要作为一个凡夫，我的内心中充满了这种贪嗔痴上师才能可以治疗我的一个疾病我的一切的这种痛苦和烦恼呢，你通过上师才可以能拯救我们一切的众生，解脱我们的一切烦恼，才能可以让我得到这个成就从这样方面来讲，放下一切的我执才能可以升起对上师的信心才可以呢对上师的一种相应这样。然后第7个呢，我们这个上师呢，就是当做佛来这个观想然后就是不观察任何的这个过患不观察任何的这个过失。我们没有这个入这个灌顶之前还没有入坛城之前，我们就可以有权利观察自己的上师是如不如法到底跟我有没有因缘，我可以有权利有观察也没有关系。但是一旦您接了这个灌顶以后，您成为这个上师的弟子以后呢那就是不可以随便通过自己的凡夫的这种思想去观察上师。一旦你就通过凡夫的这种思想和这个态度去观察上师的时候呢，可能你就导致了对上师扰乱上师的心您就是自己本身业障重的缘故没有看到这个上师的功德，而且看到上师的一些过患，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我们心里产生了对上师的这种邪见一旦产生邪见，那么你对十方诸佛菩萨产生了邪见，甚至你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山根也会断掉所以呢，我们不可以随便去观上师的过患，而且我们经常呢就是去了知上师的功德上师的这个度化众生方面的功德。本身我们人呢有这样的一个习气只能会观察别人的过患，就不愿意提别人的功德，我们不愿意去看别人的好处很多人就是这样，只能看到他的毛病其实本身凡夫没有是圆满的人都有一定的过患，本身凡夫所带来的这个贪嗔痴的业力呢，任何一个众生都具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老看到他的这个贪嗔痴，我们只能我们要紧紧观察他的这个功德然后升起信心，而且呢就是随喜他的功德这个方面去强调的自己去这样去想不要老去观察这个上师的一些过患方面，因为毕竟自己的业障重的缘故，所以显现上师的行为不如法等等，可能会有这样的出现。虽然上师内心没有任何的这种烦恼而引起，但是个人烦恼的原因可能会实现这样的状态，有可能这也是属于自己的个人的过患所以呢，我也希望每个弟子多关心上师的这种多关心上师的功德方面，不要老是去观察这些过患方面。同样，我们就是这样去想的话呢，才能可以对上师的一种相应。然后呢，还有第8个呢，我们就是真诚的这个供养上师让上师欢喜。这个供养的意思，并不是说拿出你们的财物来供养，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供养上师的意思呢，就是供养自己的身口意供养自己的一个虔诚的心供养给上师的话呢，那上师才能真正的可以升起欢喜心然后也通过我们力所能及的自己的一些所拥有的东西，也可以供养给上师，但上师绝对不会贪这些众生所拥有的这些物质东西。但是呢弟子们也通过这样的一种供养即使上师与本尊是无二无别的，供奉本尊以后呢，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福报回报也是特别快的所以呢，这个也可以我们
们自己通过这样来去观想因为让上师欢喜的话呢，让诸佛菩萨欢喜，那么诸佛菩萨欢喜才能可以得到这个殊胜的这个加持力量所以平时呢，我们要让供养给上师的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供奉一个虔诚的心我对佛法一个相信，而且呢，尤其相信因果，这是最根本的。我们不相信因果的话呢，那可能我们就是佛法的基本的道理都不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佛陀的基本的言教都没有办法了知所以这个呢，就是不算一个虔诚的一个修行者甚至我们皈依都有问题所以呢，我们首先对三宝的一种相信和对上师呢一定的相信对于升起信心呢，首先通过发自内心的一个虔诚的心要供养上师第八种。第九个呢，就是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呢，就是诽谤自己这个不可以随便呢，就是跟着诽谤上师的这些这个人作为朋友因为我们烦恼本身凡夫烦恼很重的有些人呢，他对上师升起邪见，然后诽谤上师以后呢，你跟着这样的人，你也就是长久以后呢，对上师升起了一种嗔恨心，而且呢，对上师那种虔诚的心态呢，也会失去这种信心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远离这些恶友我们在这个讲密乘戒的时候呢，密乘戒的第10条的这个戒律当中呢，也就是这样讲的这个对于这个黑心恶势力然后实行仁慈第10条，我们就是这样讲过。曾经呢讲这个密乘戒的时候呢，就是讲了第10条的戒律呢我们诽谤佛法的、毁灭佛法的，我们就对他慈悲，对他忍辱甚至给他交往作为朋友我们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了我们对这个自己的这种善根呢也会退转而且呢对上师的信心呢也会退转。如果我们自己有能力把它改变他的这种想法和思想的话呢，我们尽量去做；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呢，我们就要尽量远离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平时诽谤上师者或者是对三宝没有信心的人呢，我们尽量远离这个呢就是第9个。第10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对上师生不起信心的时候呢那怎么做如何做我们对上师没有升起信心的是一种修行的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一个虔诚的一个恭敬的心首先观想我们的三宝而且呢就是我们的僧宝，然后通过我们平时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呢，还有讲这个七支供养然后就多念诵七支供养，然后七行上师三宝，而且呢我们在上师三宝的面前呢忏悔，因为对上师生不起信心的原因呢，也是自己的业障所蒙蔽业障现前的时候呢，就内心呢就是非常一个强大的一个力量，让你改变生不起信心、失去信心的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你赶紧把它调整自己的心理，然后马上要升起对上师三宝的这种祈请的心是非常重要然后就是我们做一些功德，然后赶紧回向然后我从无始以来的这些障碍呢，就赶紧消除所以呢，让我内心呢就是这些业障赶紧把它清净然后我们对上师三宝的这些诽谤等等这些呢，也就是把它消除，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忏悔祈请，这样的时候呢，然后慢慢才会恢复我们的这种信心。这个是在无意当中对上师生不起信心的时候呢，赶紧我们做一些这个七支供养做一些这个忏悔法等等这些的时候呢，才能可以升起真正的信心然后升起邪见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对治第11个升起邪见的时候如何对治？因为我们也作为凡夫有时候呢，就是因为内心的这种习气的原因也就是会难免会升起一些邪见当我们这个一旦这个邪见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当下呢就是赶紧把它对治不能升起邪见。我是学密的曾经就是接受过灌顶，上师与佛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一旦升起邪见的话呢，那对自己来说是不好的。我们从因果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这样，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身口意，赶紧把它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应该自己的上师呢跟佛没有任何的区别与佛无了无别的。上师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付出呢，都是为了一切的众生它是利益众生的。
绝不会任何有过患的我们只有这个看到上师的一些过患，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并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所以这样来调整应该赶紧呢，就是想起上师的一些这个恩德方面然后赶紧呢，就是我们稍微过去所诽谤过的呢，就赶紧把它消除然后我们想起上师的功德的这个想起上师的功德和诽谤上师的这个过患呢，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思考去想，这样的话呢才能可以消除然后呢我们一切的这个所有的一些不太干净的这些心态呢，也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理的业力所导致。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通过从内心的这个忏悔，要对着自己的业力和这个过患所知道这个自己的过患，所以赶紧把它内心的这些不太好的这个思想呢，就转换为修行的道路当中。我们也赶紧要修行，不能这样去做这个不太如法的这个思想，这个本身对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好处我们赶紧去想起上师曾经赐给我这么殊胜的法教，而且呢就是在轮回当中度化我不仅仅这一生，我们生生世世上是来度化我的种种方面呢，我们要去想了以后，才能可以慢慢的恢复，慢慢才可以能升起真正的信心通过我们这样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经文当中呢，也就这样在我们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修行当中呢，也就是这个是一至善知识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修行道路上一至上师一至善知识是最根本的问题在我们远离四种执着心当中呢，也是这样没有一至善知识的话呢任何的这个教导，任何的这种教授呢就没有办法得到，而且呢没有办法修行没有办法成就所以这方方面面来讲的话呢，上师对我们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就是通过这11个这个屏幕来就这个关于上师如何升起这个相应的问题。其实上师与自己的心相应的意思就同时在一起，然后对上师恭敬心，你对上师相应的话呢，你对十方诸佛菩萨的相应，然后随时才能得到这个上师三宝的加持才你是一种觉行者。如果你没有对上师升起这种信心你无法跟上师相应，这个时候呢离开上师以后，你的烦恼和你的习气马上就爆发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很容易造种种的业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你下地狱的这个种子所以呢我们对上师这个相应的重要性呢就今天讲的这些因为这个作为一个学佛人，这个上师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金刚密乘里面这个上师是取决于弟子的一个成就最关键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选好自己的上师认认真真的去观察一旦医治了这位师父以后，你踏踏实实的不仅仅是这一生，你生生世世都有医下去，那么就得到了这个佛菩萨的加持，才能可以了知自己内心的上师，才可能实现。如果你没有外在的上师呢，也无法打开你自己内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究竟的上师所以我希望呢每个弟子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开示当中呢也希望体会到上师的重要的部分这些呢我们都通过这些都把它作为文字然后以后呢就作为整理一些书什么之类的，然后多看这些方面的书，然后慢慢的提醒自己修行是如何修行。我们修行不要一下子特别快，我们学佛也就是一个次第。首先是前2天我们讲的远离四种执着喜的观修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去观修这个1个星期或者是1个月当中或者是2个月里面，我们就经常观修这个人生难得生命无常这个法呢就是多么重要的法。这方面观修了以后，我们生活也就是非常的这个自在和轻松了。因为您会观修人生难得的时候你会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不会去浪费自己的时间，你不会浪费的过程中，你不会造其他的任何的不好的业力。不好的业力没有去造了以后呢，你的这个生活，你的这个身体
都是健康都是团结和睦的。如果您就是没有去体会人生难得、生命无常的话呢，那你就浪费自己的时间。很多人说我就是没有办法过我自己的时间，我打发自己的时间什么的，这种就是很可惜很愚痴的说法。何必打发自己的时间？打发自己的时间就打发自己的生命，浪费自己的生命本身没有拥有。我们出生到现在一直往前走，没有往回过都一直往前走，所以我们都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为了自己的名和为了自己的利都是这样去往前走。总有一天呢，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名的和利益都有进入到一个痛苦的这个结果。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抓紧时间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去关照自己的人生是不容易得到的。这个时候，你关照人生难得的过程中，你珍惜你自己的身体，你珍惜身体以后，你就不会糟蹋自己的身体，不会去就自己的身体去做种种的不太清净的行为包括就你去天天的去过这样的一种喝酒抽烟等等这些不清净的行为呢，你就尽量会减少的。这个减少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身体呢也算是一个养生这样一个养生的过程中，你就是身体很健康，精神很清晰这个时候呢，你就充足了这个精神的财富以及这个我们的物质的财富都圆满了。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幸福的生活。我们所有人呢，也就是希望就是自己这一生呢，也就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个幸福活。将来呢，就是我们都同时呢往生到极乐净土或者是其他的净土的当中都成就。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就是这样，那我们何必不去做呢？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些道理，但是我们很多都做不到的原因呢，我们没有自己亲身经历的原因没有体会的原因。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要认认真真的去思考这些问题，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上师呢已经足够的给你们传了一些法，实修的部分基本上都有了。这个方面呢，你们要去专心的去修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有什么样的因缘，有什么样的这个因缘然后这个修行的这个加持力量能得到了多少，对你们改变了多少，然后你们修行有没有进步这个上师还会观察然后这个修行的弟子根基不错了或者是有进步了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再讲一些其他的法门。我们首先是闻法已经有了然后再去思考呢，就是靠你们自己了。上师再次的强调很多次了，让你们去思考人生难得、生命无常，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所有传承的这个前行里面呢，都有共同的前行，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个很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一个人在讲。这个过去的所有高僧大德都强调的说，让你们去观修这个人生难得、生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多患难这些这个四加行、共同四加行都得去观修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下面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一下都可以。然后呢就是我这一段时间就离开了这个北京一段时间过后呢，希望每个弟子呢就认真的专心就修学其实我们也跑不了那么多道场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也不重要主要是有修行有没有进步是看您自己的心观察平时呢多观察我这一段时间我修行有没有进步，我的心态有没有所变化这样来去修学才能可以知道我有没有修行进步。如果天天这样那样跑来跑去，可能就得不到任何的这个修行的进步，反而看到很多的一些不如法的地方，生起邪见，可能这样的其中得到了很多的这种障碍然后出现很多的障碍，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我们对佛法的一种违缘所以希望呢，我们每个弟子修行的过程中，就这样如理如法的去修学，这是一种上师的教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所能的当前是8年多的你被战争发现的几个能去把狼主包也这边传来这个主啊说这也他妈没结果对吧？他就因为天把你当归的当前的也让你纠结，等把浪那没被等把咱家完等家了没真没给完的安住马了个新年等把自己就让老把从的没明白。
人民出钱能得勇敢能打对，谁都下月这天土地说到这边找些手。